阿伟里说说的，那路谁个dia说，你那么一身啥不？而且说话，一直的都在，我也嘛觉得不么个弗朗哦。你那一大股怪比，做拉车，啊手里嘛咋他，一直的都那个咯。听没考虑，路哈嘛一直的，啊手呢嘛都那大，不嘛的，不么个弗朗哦。阿伟里说说，那路谁个dia说不哩，一直的我也那都呀嘛说一遍。耶稣那我白木个弗拉嘛，是在木家口呢，阿去这个庄哦，哈内嘛庄嘛里，一节的拖多嘛，农业吃路来路宿舍，一苦瓜吃的，一节的多我比也我，姑妈那买一那嘎咯，阿是大生啊白茶，一无计划，一节的拖多的，侬得一把几把的把，几拉塞咯。姑妈那阿是大生啊，一节的拖多的，一把几把的把几是呢？肉黑麻瓜，然哈嘛，然是都是的，这个是肉骨猪瓜，这个叫嘛的，有那么一只嘛就个零哦。个里是阿伟里宿舍，那路是个dia说不哩？一节阿克是不哩？阿爹爹比阿面和都那个咯，然是都是的，阿面咋都的。一节多嘛，若不的呵的，啥事阿娘啥事，忙阿娘差不开始啥事的阿娘啥的，一节阿娘独立个呀，阿去捏着咯，不离爱米，阿是大事嘛一直白嘛的，外比白木个弗朗哦，啥事阿娘啥独立的，我不管嘛，啥事这个那嘛阿娘意思嘛啊咯，处理比啥事的这个是啥事。是怪比这么那，如果对有这么挂吃一些咯，这里是如果一节阿娘就理解，不管嘛，是的，谁把是因不灵那边的乌拉木拉萨咯，这里。一节的啥事咋都理解多嘛那，不管嘛，啥事的你也是咯，这里是如果是那大白茶，啥事嘛啥他，忙阿娘啥事咋都理解，体质忙阿娘知路是都那个咯。阿伟里说说的，那路点说，一站咋不比我白木个弗拉嘛，是家木家去的，我比提娃，谁头娃里是嘞，阿就说的阿去小木娃。